案发当晚，到底是谁开车撞死了杨丹？是我。杀人必须偿命，但谁杀的，谁来还。我就是要让他生不如死。 然后你就抓起他的头，撞下那根钉子。是的，王八蛋！哪怕追到天涯海角，哪怕耗到我退休为止，必须让真相腐败。我是一个律师，我必须为真相负责。那真相靠什么来呈现？是靠证据。有证据吗？根本不配做任何人的父亲。如果杨丹能把同学叫到井里，您会先救谁？ 求求你，放过我！不可能！我把他撞成肉泥，懂吗？他下车之后继续辱骂你，混账！不是这样的。我会死在龙背前后。 何谓真相？你相信它是真相，它就是真相。